大家好，我叫 Benson。大家好，我叫 Marcus。呢個係我哋學校6年級 STEAM 堂整嘅作品 AI Farm。佢係用呢啲唔同嘅設備整到呢個農場更加環保同埋更加智能，佢仲可以幫到蕩失路嘅牧羊人。我哋首先利用隻牛，當 Husky 咧偵測到呢隻牛嘅時候，道門就會自動打開。之後牧羊人就可以入到呢個農場。仲有呢個太陽能板，就係喺以防夜晚冇電嘅時候，佢喺白天就儲電嚟用呢個風扇發電，同埋儲咗餘下嘅電力。呢個光感應器感應唔到光嘅時候，呢盞燈就會自動打開，就利用咗太陽能板去剩餘嘅電力。之後就可以俾牧羊人睇到呢條路，睇到路之後，佢就可以趕翻啲動物翻去嘅農場。呢塊就係我哋嘅太陽能板，我哋當佢偵測到光嘅時候，呢個風扇就會自動發電，同埋儲咗啲電力佢，令到夜晚呢盞燈可以自動發亮。多謝大家嘅聆聽。